过年想好要看什么电影吗？初一大陆最强档是第一部大陆国产科幻大片，讲述的是地球毁灭的故事。找来吴京参一咖拍片外，电影特效更是媲美好莱坞，让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，认为大陆电影工业水平提升不少。大陆电影《流浪地球》，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，求救求救求救！冰封世界就像明天过后的电影场景。大陆电影《流浪地球》，地球将于37小时4分12秒后撞击木星，地球即将毁灭，天崩地裂的科幻大片，以为是好莱坞才有的规格吗？大陆电影《流浪地球》警告行星发动机组故障。看看大咖明星吴京登场，原来这是大陆第一部国产大型科幻特效电影，连英国金融时报都说壮阔场面，一般影迷可能以为是欧美技术，但其实是大陆电影工业新水平。流浪地球导演郭帆，我们这里面的所有道具几乎没有哪件是可以直接买到的。改编自大陆科幻小说家刘慈欣的同名小说，耗时4年打造，斥资16亿台币，其中大陆华为还利用云端技术支持，等于整部片核心技术都是大陆国产。大陆演员吴京，我们有我们自己对未来的向往，我们自己有对科幻的那种向往，我们有了自己的科幻。大陆过去科幻电影不突出，现在因为官方大力投资太空领域，激发民众对太空世界兴趣，科幻电影跟着兴起。这部贺岁大片大年初一上映前，大陆预售票房已经冲破数千万人民币。